自古以来，全球大国军事竞争从来都捌停过。为各种武器的创新研发，到最新的防弹技术，无论讲是倒一种的军用设备，绝对拢是采用上界先进的高科技啊。但是如今传出来有一种防弹衣，若讲有效，而且人拢做会出来，佢敢有可能呢？ Work it！ 在国外有一段影片，有人出奇招，摕克里姆、冰淇淋、巧克力，还个布丁，这四种咱常看到的甜点要来做饭，试看卖倒一种会当动庆剂啦。 就伫大家将这射击实验当作是咧军生就看待的时阵，布丁竟然真意外将庆子给动落来啊！啊，无这到底是安怎掉的呢？ Work it！ 更加含的是，科学家竟然相信布丁会当动庆子这个讲法，佫真正有人开始用这个方法来开发防弹的假啦，甚至甲布丁号一个防弹蛋奶这个称号，啊，这到底敢袂伤过含？ Work it！ 好食。 哎，阿兵，你莫搁食啦！这布丁会当冻庆子，你唔惊食了腹肚痛哦？哎哟，有啥物问题？这会当食。凡说伊内底有特殊的添加物，若无哪会当冻庆子？照我的经验吼，这布丁冻庆子的留言绝对是假的啦。迄影片哦，绝对嘛是假做的。假做的，就算是假做的，嘛要知影伊是安怎假做的啊？无唔对。 这就是流言对的精神，要甲伊扯出来。来哦，秉持着这么科学验证的精神，咱即马虽然做实验，为了要破解流言，阿兵啊五营为超市买大布丁倒转来，而且将胶链底甲底要甜一甜，这个断，骨里手的布丁，敢真正我都冻庆子。 所以阿兵将长枪拿出来，准备要布丁接受庆子无情的攻击。 既然这射烫布丁的实验这么小 case， 安尼就交予你。诶，这什么枪啊？空气枪啊！人国外影片是用线体的，你用这支哦，这支是佚佗物啊呢。而且伊是用插箱安尼架起来，你用这个物件。哎哟，咱就先做一个简单实验嘛。而且哦，恁要看这个空气枪无点，若是这个布丁连空气枪内底的 BB 弹就挡袂掉，我看莫讲是线子的啊。 最要先过这关才讲啊！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嗯，好，安尼就来试看卖咯。哎对哦，会当。为了保护外国国布丁抓到，两个人随体较远，安尼较安全。好来，准备要来弹咯！好，准备好就来啊！哦，有对，有呢。哦，殊不知，这空气枪的威力虽然讲无线子遐尼大。 但是射出来清真每秒嘛有120公尺的速度咧，真简单的将布丁给射烫过啊！好真破啊！后壁嘛破啊！射烫啊！你看卖咧，啊 ，BB 弹就挡袂掉啊，搁挡什么线子的？迄影片是假的嘛？啊好啦，莫浪费时间啊，我转来去食布丁。阿兵，等者，你看这影片，伊足真的啊，敢有可能是假的？你敢无感觉奇怪？而且你看。I'm gonna have to go with the pudding. Why? No good food has ever come out of England. 伊用的布丁是英式的布丁，甲台湾的布丁无共款呐。啥话啊？原来这影片当中所讲的布丁是纯正英国布丁，甲咱台湾的无啥共款。嘿，佫差真多哦。若无一粒丁，要么无放什么海草类，还是零加济，加用牛奶、卵仁、甲番麦粉，所有甲辣好嚼，变好高高，当当，这就是英国式的布丁。 这里哦，啊，是安尼哦，对啊，有符唔对无？无唔对啦，这是我的英国的朋友甲我讲的是谱，哪会有唔对？这种高高的英国布丁，感觉无咱台湾布丁厉害，敢有法度冻庆子？哎呀，我甲你讲，咱来射击场试看卖就知啊。好啊，行。 Work it！ 无唔对，今日发现将庆子冻落来，可能是英国的布丁，当然就要进行正式的实弹射击实验。 即马来到宜兰梅河的国家级标准靶场，哦，你看这专业的教练，线子射击差不多是见弹见着哦。哦，哇！赞啦，足厉害的，安怎射安怎着，厉害。对啊，足厉害的，教练，拜托你甲阮斗相共啦。
哎呦，你的布丁绝对无法度动我的庆忌啦！哎呦，拜托！自细汉就伫射击场大汉的蔡虎武教练，有10多年的射击功力。今仔日伊准备线子，一个庆记内底差不多有350个小圆子。弹出去了后，伊每秒400公尺速度安尼飞出去，比音速还搁较紧的哦。哦，迄杀伤力有够惊人了对。Work it. 伫离射击位置10公尺的所在，咱将影片当中安尼做出一笑四方10公分高的插把，然后伫头前后壁，搁倒一片差不多4厘米的塑胶棒，刷落将只号英国布丁甲底互滴，最后将替死鬼西瓜甲藏起哩。准备要来看英国布丁是毋是当替西瓜当枪子？今麦咧，咱已经离这个目标差不多有10公尺啊。安尼有够远啊吼，免烦恼去互布丁喷着啊。放心啦，这个距离我已经有量过啊。为了安全，咱还是爱找会当味的所在。你这袂歹哦，这真好呢。我爱味食。唔对啦，这是要互你名输的啦，咱应该是这。来。嘿嘿，外国月亮敢真正较圆。等咱讲英国布丁敢真正当线子穿内底枪子甲动来，点咱注意看哦。哦，足紧张诶。Ready, go！ 别开啊！别开啊！足震撼呢！我看到头前的塑胶棒啊，别开啊！哎呀，哪安尼？两边塑胶棒拢叫枪子射透过啊！英国布丁流出来，结果竟然甲网络影片完全无共款，到底是安怎对的呢？看起来这西瓜是在佚涂骹对无？不过，你上这个懵，这啊，线子内底。无，这个亲戚伫遮。哪会安尼啊？这是我专工调的严格传统风味呢。你哪会在食西瓜啊？胃就拢在涂骹。到底是倒位有问题？哎呀，恁的实验走精去啊啦！台机啊，迄黄信武老师专门研究非牛顿电子流体力学。老师敢有什么可能动门方法，会当替咱来解决布丁动亲子这个不可思议的代志呢？老师。你讲咱的实验走进去是倒位出问题？恁敢有真足看影片？人影片内底的布丁哦，甲恁的布丁有倒位无共款？所以嘛，五行我就讲咩，迄个配方是唔对的，你配方倒位来的啦？我有研究过，好不？五行的配方无问题啦。是人的布丁哦，根本就无煮。啊？无煮？无煮，佫会当叫布丁？对啊。无煮就只不过是一堆黏糊糊的物件，佫袂当食。这吼就是人因节目无讲出来秘密。英式布丁的原料哦，若是煮过就会产生一变，就无法度发挥番麦粉的威力啊。番麦粉？啊对，我之前捌泡解过番麦粉加水的水上漂，佫有用秤来个弹过。无唔对，咱做过就是用番麦粉掺水。该调做非牛顿流体，简单讲呢，就是牛顿流体在受到来自双边的推力的时阵，形体变化紧慢，会甲用力大细成正比。若准讲唔是正比，就是非牛顿流体啊。这种流体被快速施压的时阵，会互内面的酸腐分子排列更较慢，一时间变得敢若固体共款。也受到力量若愈大，就会愈重，这就是叫做检测真可。番麦粉加水的实验伫800年前就做过啊。虽然番麦粉加水常常拄着压力会变定，啊，不过会记你迄当阵，阮是用10包番麦粉来调，高度差不多有60多公分，无法度冻静止啊。影片内底鸭肉才外高尔，哪有可能冻静止？不过你毋是讲恁的番麦粉迄当阵是加水尔？影片当中是加牛奶甲卵，所以伊做出来是番麦粉2糊。但是成分无同，效果就无同。五行讲了无唔对哦，这个番麦粉2糊，确实是比单纯的番麦粉加水有机会来当庆子哦。咱就赶紧来实验看卖。稍等一下哦，在咱开始做实验之前哦，我要先甲恁2个考一下，看恁对番麦粉加水这款非牛顿流体了解有偌济。恁敢知影倒一罐是非牛顿流体？非牛顿流体吼，就是像这，你看加一个压力互伊了后，伊流动的速度若无成正比，就会当算是非牛顿流体。无唔对，只要增加压力甲受力以后，
伊的表现甲水无共款，就会当算是恢复顿流体啊。哦，这表现甲水无共款就是哦。对，安尼倒顶遮，毋是拢总是。无毋对。是啊，咱生活当中充满了真侪恢复顿流体，一如起锅、巧克力酱、케첩布、油砂、白咖、美乳、洗发精、龙丝啦，就连海边泡水的沙嘛同款。简单讲，只要甲牛顿流体，亲像水还是空气的流体裂合反应无同款的，系龙丝哦。 Work it. 老师，照你所讲的，这全部拢是非牛顿流体，拢会当冻庆子。啊，这巧克力酱，嘛是恢复顿流体。啊，伊伫鸦片内底就无法度。哎呀，我知啊啦，一定都是因为配方无共。 No，我无讲恢复顿流体拢会当冻庆子，无或者是拢袂当冻庆子。我敢若讲番麦粉两糊有机会会当冻庆子，其他就真歹讲啊。哦，这恢复顿流体话是包山包海，毋是讲每一种拢有当封弹呢。为了要证明这点，当然都要直接来实验看卖咧。番麦粉两糊是这摆流行的主角，当然直接入选做这摆实验的样本了。啊，写个什么恢复顿流体也要来冻庆子，安尼都阿斌、我贤甲老师因来讨论看卖。虽然去竞争，因感觉上届有冠军相的。 Work it. 来啦，这就是我选出来的케첩布。嘿嘿，我的起锅，你看卖咧。哎呦，这么搁黏黏的，比番麦粉加水搁较黏呢。我看你这个케첩布，无啥有动头哦。我的起锅绝对赢的啦。这袂咧，我的케첩布真厉害，好无？你看这个包覆性偌好咧，有看到无？我甲你讲，一定甲庆子包起来，无会互庆子飞走。这个无煮过的英国布丁，毋就是甲牛奶，搁有这番麦粉，搁有卵，甲辣做伙，毋就好啊？无毋对，咱这边吼有2000cc 的牛奶，阿炳遮吼有规大袋的番麦粉，请你甲放入来。老师，你敢袂用伤济啊？一般英式布丁500cc 的牛奶，加15克的番麦粉尔，对啊。你安尼敢袂当食啊？这就是我的秘密配方啊，黄金比例3比2。阿炳，你会记得恁顶届水上漂的时阵哦，番麦粉加水的比例是用偌济？我会记你是10比7的款。对，无毋对。所以根据我去年的研究，为着要有阻挡庆子的效果吼，这个番麦粉甲牛奶的比例绝对毋是咱一般咧食的英式布丁的比例。所以吼，我特别甲番麦粉还有牛奶的比例调到3比2，接近你的10比7。另外吼，咱即届还有增加这个卵磷，对无？啊，卵磷哦是一种粘弹性的流体，伊会变壳，所以搁较有冻庆子的效果。只要两零就好啊，是无？卵磷。哇，调好势啊！哇，好啊呢！哇，敢不当叫我感受一下外来，哇，动作较紧的啦，要拔起来。你看，安尼规完的对无？伊会当咧扭起来。嘿，这影片当中成功将庆子冻落来，无试过英国布丁，而是番麦粉两糊，还有케첩布起锅来比赛，到底啥人会当将庆子成功冻落来，上届有轰动的效果呢？ Work it. 不过为了确保庆子的威力，无进入进行时间安尼时，袂因为茶包刷顶当来减少。老师建议讲，先将阿爸甲固定的好势。后来时间要开始后，后一个出场的是政治选手黄金比例番麦粉两糊，伊敢会当像留言影片同款，顺利将庆子冻落来。是嘛，老师，黄金比例英国布丁已经传好啊，试过嘛已经伫后壁等待啊。无唔对，你讲别声看。我感觉这摆应该是袂破啦。我嘛认为。老师都已经强调这黄金比例啊，对无？应该要有信心。好，安尼就麻烦教练你来替阮执行啊。是啊啦，死鬼注死啊，死鬼买！哇，头前破啊！后壁死鬼还没看到，我冻掉啊！ Work it. 啊！头前破啊！这是一定的啊，对无？啊，不过后壁啥款唔知，去，来，无破，阮全无代志。好破呢！而且死鬼嘛是好好啊呢。试过敢若互这个英国布丁小可喷到一点点啊！英国布丁真成功来阻挡庆子。就厉害的呢，真正会当呢。
一般这个风弹的架吼，都是运用灰牛顿流体原理，甚至真快速冲击这种流体，伊会伫个上短时间变成敢若固体来阻挡庆子。当然啦，实际风弹架的材料是无啥共款的啦。若说咧讲线这庆子，伊是圆盾头的，加上前薄薄的塑胶棒，一个庆子头戴伫塑胶棒的，规面对两股来施点压力，所受的面积若愈大，两股所产生的剪切真口嘛会愈大，就会当将庆子给冻落来咯。也毋过若是举刀仔甲拄，这质力是敢若加伫一个点，还是讲薄薄一片的命，流体就会随着刀仔的方向流过去。所以讲，不管是切到紧还是切到慢，真口现象效果拢无够。也就是讲，会当冻庆子的灰牛顿流体，无一定就会当冻刀仔哦。其实这类的灰牛顿流体是属于检测真可的灰牛顿流体，出力若愈大愈紧伊就会变愈定啦。老师，这类哦，对啊，你讲这类，所以灰牛顿流体有真侪种哦。无毋对，那我的起只部是倒是种的啊？咱来做实验就知影啊。哇，这可诶！哇，就是要传50包马铃薯条来运对吧？真是嘞。无毋对，一切以时间为证。咱即马就爽快，互客只不一称，来看卖在红甲变过灰牛顿流体是毋是会当冻庆子？结果马上就报你知。发生什么代志？哇！有够凄惨的。尔话啊，有白有黄有红，哎哟，就是一个命的现场。就讲你这个客车部完全无动头嘛，对无？就是的。头前第一片，这个塑胶棒啊破去啊，这绝对无会讲的。经过客车部，好啊，这有够凄惨。甲我这塑胶棒啊嘛拍歹去啊。边仔的这个茶帮嘛拢裂开啊。是啊，然后这个甚至又搁弹到西瓜，互西瓜规个落落来摔破去啊。唉，好啦。这个灰牛顿流体有两大类啦。头一种是挥散性的灰牛顿流体，其中一种就包括检测真可的环镁粉果。另外一种就是检测氢化。检测氢化，这是什么？无毋对，来，这有一罐客家布，恁倒看卖。小款。倒看卖。罐仔底甲扒两个。哦，怎么弄出来啊？互伊压力的时阵，伊较好冲出来。对，会互伊一个真大的变形量啦。所以就变做敢若水共款流出来。伊完全无法度阻挡遐个静止，然后弹着西瓜是无？是有淡薄仔摩擦力啦。有影灰牛顿流体学问真正是甲天书共款大啦，免惊。简单讲，环镁粉果还佫客家布的粘度是挥散性的灰牛顿流体，这种流体佫分做3大类。但是受到力量会变较苦的，就叫做检测真苦。亲像环镁粉果，还是讲淡面刷。若是用来了后，电都会变做较轻，流动速度变搁较紧，迄就叫做检测氢化。就亲像客家布，还是讲血液等等。另外还佫有一种叫做冰含流体，伊的特性嘛是非常的特别。上较有代表性的，就是阿兵选了要 PK 的起锅啦。起锅，这有啥物特别啊？伊嘛无算是流体，嘛袂流动。伊若是固体你要安怎甲挤出来？要安怎洗水去？所以这起锅无受到力量的时阵，就假做家己是固体；互伊力量的时阵，伊就假做是流体安尼流出来。老师，唔对啊，安尼唔就甲汽车不共款啊？伊是迄落检测氢化对无？安尼就去了啊，西瓜会害啊，西瓜会爆去啊！无共款，无共款。起锅是一种冰含流体，你爱甲增加一定的力量以后伊才会开始流出来啦。伊流出来时阵袂亲像客家布共款流甲规世界。甲一般流体物理力学无共款的灰牛顿流体，是属于冰含流体的起锅，但是超过临界检测力，伊就流动。你甲看，白色只起锅戴伫茶板内底滴，面对秒速400公尺的线子，伊的命运会变安怎呢？人家看真足哦。最后一个选手起锅已经准备好啊！我对伊真期待绝对会成功的，甲庆子冻起来。教练准备用。
白白一片，看袂啥出来。你小等下，我的西瓜，我的西瓜落来后壁，什么状况啊？不是伊的问题。小等下哦，伊是互震破去的。伊是震动，然后倒啊叮当，就规个落去涂骹伊。是摔破的。来，招过来。这吼，一点点啊笔顺嘛无，这个塑胶板完全是好的。真是的呢。我的起哥甲亲戚动落来啊！夭寿哦，真正惊人都丢。咱西嘴顶的好朋友起哥，竟然成功将亲子动落来 ，Amazing！老师，你毋是讲起哥这种冰寒乳体，伊受到真大压力的时阵会变做液体。既然变做液体，伊哪会无去互蛇通过？对嘿啊，互人带一条对无？我解说一下哈，这个起锅内底所使用的成分哦，有一寡吼真亲像红大家的材料啦。原来起锅内底有镉啊，真细粒的二氧化石，还是磷酸钙，都是用来增加摩擦力，清洁咱的喙齿。而这成分拄甲红大家的材料真同款，会当形成结构真好的悬浮微粒灰牛顿流体。发挥甲环味粉果同款的剪切真好的效果，甚至还可以当冻青子咧。老师，我三无掌呢。你用起锅的时阵，安尼出一点仔力，起锅就会走出来啊。啊，不过庆子的速度这么紧，力量这么大，伊煞有法度冻掉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无唔对，因为起锅内底吼细粒粒子的浓度真悬啦。若是放伫遐无受力的时阵，粒子铺伫溶液当中，排列了真稳定，就袂输固体共款。啊，若是加一点仔外力到临界点吼，起锅就会开始流动。也毋过咱所加的外力也变较济，啊施加外力的速度嘛变紧，就会使高浓度的悬浮微粒变做火，互原本流动的效果吼，又搁变成检测真可的效应。另外，若对冰寒流体角度来甲想，庆子拍到类似固体的起锅顶面，庆子必须要有够强的能量转移予庆子头前的起锅，互遐起锅变做会当流动的流体。起锅流开了后，庆子才会当继续向前行，安尼嘛会当将庆子的动能给消耗掉。好噶，我为着做这个实验吼，专工加买一寡起锅。我即马感觉起锅真好用啊！早伫身躯边，若是想要洗喙的时阵，就摕来撸撸的；若是拄着歹人提前甲你比，就紧摕起锅来动就好啊。老师安尼啦，莫讲我对你无好，来大条的送，咱两个老细条的，会记你扎你身躯边哦。上类自用拢好势。经过实验证明，毋是布丁冻青子，正确来讲是叫做番麦粉两糊冻青子。重点是爱合比例，番麦粉3。牛奶2的黄金比例，佮加上真侪能零才有效。上特别的是，咱佮发现同款的实验，起锅竟然嘛会当冻青子呢。灰牛顿流体有无同的种类甲特性，毋是全部拢亲像番麦粉两糊共款，受到快速的压力了后会变定，产生检测真可的现象。像起接部受力了后，程度会较轻，是检测轻化的类型。也佮有像起锅这种冰寒流体。爱受到一定的力量才会流动，真特别了。你嘛会当观察看卖，身躯边有啥物是属于这个特性的灰牛顿流体哦。Work it.